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礼拜天主日的信息，我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如何成为耶稣基督新约的执事，承担耶稣基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跟呼召。一个有承担性格的基督徒，将能够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福音的非常重要的仆人。不只是这样子，在我牧养青少年跟青年的经验过程当中，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认识到，青少年如果拥有一个勇于承担责任跟使命的这种的性格的年轻人，他们长成之后，他们的生命将能够有所成就。就好像俗话在谈年轻人的时候，他说一个没有担当的年轻人很难能够成才，没有肩膀的男孩子很难成为有成就的男人。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天天背负十字架。我要用今天这一个题目来做我们为众基督徒的祷告，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蒙恩，成为有担当性格的一个人。有担当的性格是一个非常蒙受祝福的态度。许多人不明白，当我们承担责任，或者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的时候，反而有所收获的，竟然是我们自己。有承担的肩膀，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享受工作成就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态度跟秘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叫做勇于承担的心智。这种态度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子，如果你懂得这一个态度，你的孩子也将蒙受恩典，你的孩子也将在你的鼓励过程当中、陪伴过程当中，会长成为一个有担当使命的一个年轻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今天的礼拜跟今天的经文来做我们的祷告。基督徒被呼召来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不只是他需要有他的仆人，更重要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参与他十字架的使命，我们也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小基督。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呼召并不是他没有能力去成就天国的意象，反而他是邀请我们进入他的身边，在他的身边能够成为与他一起来建设上帝国的福音的一个仆人。所以承担天国的使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觉醒跟决定。当我们意识到我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因为神的所托付给我的这种邀请，我欣然的接受，而且勇于接受，这种自觉跟自觉、觉醒跟决定，就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将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个经文当中，我们来领受为大家所朗读的。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5节，我要用这两段的经文，因为这两段的经文都谈到了承担。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肩负天国使命的一个典范，不只是一个他的一个所留下来的一个模范，更重要的，他将这种荣耀跟这种的成就，就赐给了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以有在台湾非常出名的一个宣教师叫做马偕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讲了一句非常美丽的话 ：No cross, no crown。一个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他就不能享受在终末的时候享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祷告的心能来回想这一句话它深奥的秘密。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那今天这两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5节，这两段经文都谈到了一个有承担力量的、有承担能力的
基督徒，一个有承担能力的一个肩膀，将能够为耶稣基督来背十字架。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这一段的话语，从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在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弥赛亚的图像。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其实就是一个旧约弥赛亚的一个图像。他谈到了耶稣，预言耶稣的降生将有一个十字架的使命。经文这么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一段话语就后来就在新约里面应验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走向各个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世人的一个非常让我们从心里面感觉不配，却充满了感恩的一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有人称他为耶稣基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典范，顶天立地的典范。的确，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确是这种顶天立地的一个典范。让我们领受今天的话语。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经文这么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诚然担当这一个字，深深的摸着了我自己的心。这句话实在是太强烈了。他真正的担当了我是谁，竟能够让这个荣耀至尊荣耀的神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为我牺牲了他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奥秘跟十字架的道理。诚然担当，我们身为他的孩子，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岂不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为神的计划跟国度摆上自己，成为活祭？各位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保罗说，弟兄姐妹，我劝你们献自己为活祭。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典范。有许多的小孩子都会问我说，上帝为什么那么残忍，竟然要他的孩子耶稣来代替我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岂不是一个很残忍的神吗？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上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理解这个上帝他自己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牺牲，用一个肉体亲身的体验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多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是残忍的神，而是他做事情是有公义有怜悯。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深思保罗所留给我们这一段话。保罗他写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他谈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世上许多的外邦人跟世俗的人走向灭亡道路的人，在他们眼中来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 nonsense， 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是一个荒谬的，是一个愚蠢的。唯独真的是从罪恶当中重生的罪人，才能够明白说自己不配，岂能领受这种义人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担当我的罪？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有些人看不懂，唯独是真的被圣灵所扶持的人，从黑暗当中走到光明的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才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何等的奥秘。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所谈的十字架的道理，不只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福利，更重要的，他从福利开始谈到了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曾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去回想那一段耶稣基督所谈的人在世上的生命当中，他谈到了赚得全世界跟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他用一个字眼叫做益处。我们在人生当中追寻的，什么是真正对我生命有利益的呢？各位弟兄姐妹，有一种的祝福叫做福利，就是当我没有饭吃，神给我饭吃；当我没有工作，神开启了一个门，让我能够自食其力的有一个工作。各位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世上的需要，叫做福利。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带给这个世界福利，他更重要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然后这一切都将要给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实实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有躯体的人，有物质的需要，但是有另外一种的需要，是一个永恒的需要，就是永生的生命。如果十字架的道理通过这样子的对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明白有几个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曾经对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谈到，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如果你渴望能够拥有永生，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也曾经提醒马大，不要为许多世上的事情忙碌，当追求在生命当中上好的最好的上帝所预备的祝福，就是福音自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慢慢的一天一天的来领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不只是听道理，而且真的是品尝到恩典福音的滋味，让今天的耶稣基督的灵进入到我们的聚会，通过宣讲的，通过聆听的听的跟讲的人都一样的领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理是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关乎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一生当中做过了无数千千万万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所追求的是次要的，我们所做的有时候是不必要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不能或缺，而且能够带到永恒的天堂的那一个重要的作为呢？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来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来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跟随耶稣基督的缘故，天天的做这一个不可少的事情，也就是耶稣所谈的一个最好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读经，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聆听讲道，愿圣灵亲自将神的话语那一个字句变成经义。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他谈到了字句使人死，经义使人活。唯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律法的重要。原来犹太人守律法是苦苦的死撑着这个律法的道德规范，却没有享受到这种真正的在脚前灯路上光的那种喜悦。意思就是律法是带我们行走在一条神的永生道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跟我们的孩子，我们跟孩子说，孩子，我们从今天我们要领受福音，而且我们要承担福音，我们要领受天国，而且我们要肩负天国的十字架。在这一个世代，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肩膀不再是肩负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反而用我们的肩膀来肩负的上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十字架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耶稣基督的选召是无怨无悔的选召。在今天的礼拜，让我们谦卑的祷告，主耶稣，恳求你，教导我真正的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一生当中，经常做正确的抉择，我所选择的是不会朽坏的，我所选择的一条道路是少有人走的道路，我选择的那一道门是少有人进去的门，但是这一条道路，这个门是通往了上帝荣耀的施恩宝座前。愿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要跟大家谈到今天主题的信息的重点，就是在神的面前决志说，主啊，我愿意。主啊，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从今后我的一生天天为你而活。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愿意背负你的十字架，我的生命为你而活。主耶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将我往后所有的日子都摆在你的面前，成为活祭。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家族，世世代代必要成为一个承担福音使命的一个家族。让这种的觉醒，让这种的决定能够影响到你的家族跟你，影响到你跟你的家族，到世世代代，你的孩子
越发的荣耀，越发的让神的荣耀跟尊贵丰盛来祝福在你的家族里面。所以承担天国不只是一种责任，承担天国的使命不只是一个重担。耶稣基督说，我的担子是轻快的，我的轻省的，是愉快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肩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从此以后圣灵带给我们走的道路，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些经文如果我们读得懂，我们就会为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看清的这世界上的一些许多的诱惑跟许多的一些人的竞争。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圣灵呼求圣灵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怜悯我。亲爱的圣灵，就是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怜悯我，将这种的眼界，将这种的觉醒赐给我，让我的灵魂苏醒过来。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是一段非常美丽的一段话，但是为了今天的主日信息的一个聚焦，我只读第4节到第5节、第6节。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从第1节到第6节，因为在这6节的经文当中，保罗谈到了基督徒的生命有3种的图像，基督徒的人生有3种的图像。基督徒的人生，第一个，你本身就是一个盼望的记号，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盼望的记号。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一封信，通过了众教会，通过了使徒所写下来的一个福音书，或者彼得前书、保罗的书信，所写到了所有的初代教会的各个天涯海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不讲话，如果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算我们没有发出人的言语，我们在一个黑暗乱世的当中，我们也会让人家看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耶稣基督自己得胜跟荣耀的生命。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赎回的。这一封信是写给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代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在这个地方谈的生命的第2个图像，他谈到了通过圣灵跟上帝的选召我们将成为新约的执事。这是和本的圣经所翻译的新约的执事，他直接因为执事这个字 deacon 在这个圣经的原文的里面有2种翻译，一种就是职称，叫做新约的执事；第2个就是新约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后来我们误以为他是在谈在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其实在耶稣的那个年代跟保罗那个年代，其实教会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已经有教会的制度。所以当保罗谈到耶稣基督的选召成为一个新约的仆人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所讲的。后来因为语言的转化，有时候我们转化出来并不是那么的道地，谈到了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图像，就是服事，通过牺牲，爱与牺牲，通过爱与牺牲，成为服事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仆人。这也就是保罗所谈的新约的指示。第3种的图像，就是圣灵充满的生命。圣灵充满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唯有圣灵能够将神的话语讲清楚，唯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保罗在他自己的哥林多书里面，他谈到了唯有住在人里面的灵，住在我们内心的这个灵，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事情跟计划，什么是我生命的永生的，我的生命真正的一个真相。各位弟兄姐妹，愿这个灵穿越时空，从2000年来到今天，因为它是习在、今在、永在的。愿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21世纪的另外一本福音书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会因为谦卑的缘故，我们说圣经已经全备了，这个世代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为他所写的活出来的生命的主张称为福音书。不是，我要用广义的角度来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封信，一台戏，在这个世界上演给上帝、天使跟世人所看的。各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灵所写的一封信，写给今天流浪的世代，写给今天在暗室当中寻找不到真正生命之光的世代，写给在这个世界上在茫茫大海当中在寻找一个真神却找不到神的这些辛苦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一封信，代替耶稣基督就写给他们？愿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好见证，因为信仰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必须要活出真道，活出耶稣基督自己。第二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一辈子的功课，就是天天背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要跟随我，就必虚己，就必舍己，天天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承担的心志，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天天背十字架不只是指我们将拥有那种行神迹奇事的大能而已，不只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他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努力的活出你自己，将每一天真实的用神的话语来活出你自己，天天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就是天天背十字架。我们不要去幻想说我要成大事做大业。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所交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活出天天的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新约的仆人跟新约的子嗣。让我们来安静来思考耶稣基督所留给初代教会的这一句话。主耶稣对初代教会的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段话语里面谈了3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一个跟随者，耶稣是我们的牧者，他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群，我们跟着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个牧羊人，我们跟随他的话语，跟随他的教导，所以天天的聆听耶稣基督的话语。第二个，虚己，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将我的主张，将我的傲慢，将我自己自以为是的义，将我自己自以为是的义，神将天国的奥秘对那些骄傲聪明的人隐藏，却对谦卑的小孩子来彰显。各位弟兄姐妹，小心谨慎，免得因为我们自以为是的高谈阔论的这些主张，而阻挡了、拦阻了遮盖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荣耀的认识。天天的背十字架，不只是只说我们能够成大事立大业，更重要的，天天的背十字架说，就是天天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到、去聆听到、去经历到、去聆听到耶稣基督所差遣给我们的使命。十字架就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跟责任。当主的灵对我们讲话，每一天对我们讲话，白天也讲话，晚上也讲话。我的属灵导师告诉我，白天你用你的言语跟耶稣基督祷告，你用你的言语对神祷告，白天你喃喃自语的用人的言语来祷告。当晚上你失去了自我的意识，成为无意识的睡眠状态的时候，圣灵在晚上就对你讲话。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对他亲密的孩子讲话。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当我聆听到圣灵对我的引导，当我聆听到上帝的计划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谦卑的如同撒母耳说，主啊，我在这里，你的仆人恭敬的静听，请说。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让这一句话来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能够真的活出了耶稣基督。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尊主为大的生命。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一个虚己，将自己的自我、自私就摆在一边，让神自己来掌权，让神在我们生命居首位，让神掌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居首位。这就是天天背十字架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跟你的家人一起领受祝福，跟你的孩子一起学习肩负神的使命。有谁能够这么有雄心壮志的、有顶天立地的一个勇气，跟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你为我死，我今天愿为你而活。
主耶稣基督，愿我能够为这个世代背起你所交给我的十字架，愿你的大能通过我卑微的生命，能够拯救更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与你的孩子一起来承担神国度的使命，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效法美国将军上将麦克阿瑟，他为他的孩子的祷告。这个祷告文是一回事，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父亲如何为他的孩子祷告，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勇敢的将军，他为他的孩子所祷告的，不是求荣华富贵，他为他孩子祷告，不是阿好逸恶劳，就是他只要有平安喜乐，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反而会觉得奇怪，麦克阿瑟竟然为他的孩子祷告说：上帝求你通过这种各种的情境来操练他，通过困难、艰难跟挑战来磨练他，让他在暴风雨当中能够学习勇往直前。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只不过麦克阿瑟领会到耶稣基督在暴风雨当中那种勇往直前的，面对各个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仍然不说一句话的向前走。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真的懂得耶稣基督的人才会这么祷告，一个真正的懂得有圣灵与我同行，以马内利的全能的人，他才会这么勇敢的祷告。愿你跟你的孩子因着这祷告而得到尊贵，这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第4节到第6节，他谈到的不是通过人的心思意念来承担，而是通过圣灵的预备来承担。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经常习惯引用2种的圣经，一本叫做罗马拼音的巴克里牧师的台语的圣经，另外一本就是和合本。这2本的经文当中，它的经文的翻译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有对跟错，而是在巴克里牧师他所翻译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谈到了人通过他的心思意念，想说他自己到底能够承担什么。这个经文当中，他特别谈到了思想，因为这个经文当中的确有这个思想，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不是你所想的就照这样子去承担，不是，而是照着我的圣灵，照着神所预定的，神就成就了。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这个经文能够帮助你在神的面前能够有这种谦卑的态度领受。圣灵请你来，圣灵恳求你来，让我的心思意念能够得到成全。我会尽我的生命去做一个好的管家，有理性又有感性。我会通过你给我的智慧，好好的去思考。但是最重要的，当我的思考不周全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么说，这是和合本的圣经说，不是凭着我们能够承担什么。这一段的经文没有谈到说，凭着我心里想，我能够承担什么。原来的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我心里想，那个字叫做 logic 或者 logismoi， 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意思。但是这个第5节的后半段跟第6节的第1句话，他说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承担了这个新约的仆人的职分，乃是出于神。其实在第6章的最后第2句话，他说经意使人活，就是圣灵就让神的心意活了过来。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犹太人以前读律法书的时候是读不懂，好像有一个帕子就挡在眼前，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将那个拦阻的帕子拿掉，所以圣灵就帮助我们读得懂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礼拜每一个人都懂，就算小孩子也都懂，不是因着牧师的讲道你们懂，而是圣灵就进到你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就将这种天上来的荣耀的光照我们。所以这个经文是在希伯来在台语的圣经里面，他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
能承担什么，乃是出于神。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紧紧的跟随在耶稣后面，而不是超前，而是跟着在圣灵的后面，说神那里带路我就跟随，神那里带路我就跟随。就像耶稣说，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姐妹，能承担是一种能力。各位弟兄姐妹，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你有资格、有能力，你也要有意愿。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的灵来唤起我们从心里面说阿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的心思守律，不是我们拣选神，而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守律，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承担这个天国的责任，不是，而是神愿意将这个荣耀的责任就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放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一代又一代，世世代代的不断的为神来见证神真的生命、真的自由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这句话说，不是我们能承担，乃是圣灵叫我们能承担。所以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他说，不是凭着律法，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我们承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热情，而是上帝自己来充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谦卑的被圣灵来掌权，让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心思意念，不论我们的情绪，不论我们的欲望不论我们的心思意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全然的领受神所赐给我们有担当的这种态度。我们从此以后，别人就称我们为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恳求圣灵将这种恩赐赐给我们。那最后，我要再一次来做一个小小短短的结论。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21世纪的这一个世代，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为神兴起，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为了神来兴起背十字架。我们是神在这个世代所设立的仆人，不要忘记，不是一个职称，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尊贵的地位，如同牧师、长老跟执事，不是，而是一个真正的带着使命跟责任的耶稣基督所爱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生命来回应神说，主耶稣基督，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愿意将我的一生献给你。我问我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说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同心的跟上帝、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我们愿意成为你福音的推荐的信，我们也成为你的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你所写的信，写给我的亲人，特别是写给你身边尚未信主耶稣基督、尚未认识上帝、尚未领受福音的甜美的你的亲人跟同事，你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相信你跟我的弟兄姐妹都说阿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的呼召，我们都说我愿意，我愿意承担。那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纪念我们身边的人。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他说，每一个人的重担都要彼此的担当，信者要同负一轭，相信的人要同负彼此的担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就成全了耶稣基督的律法。愿神的话语铭刻在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从今天开始，圣灵造就我们成为一个深思熟虑又充满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灵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的不配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何等不配能够因着你的缘故称天上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为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大的赞美跟感谢你。我愿我的一生当中分别为圣，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我们听到了，我们愿意。
主耶稣，我们听到了，我愿意。但是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的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愿你的荣耀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跟你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